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一集英國呢個星期發生乜嘢事。喺呢個頻道，我哋每個星期都會為你精選最值得香港人關心嘅英國新聞。無論你係移英港人，對英國政經社會有興趣，定係純粹想了解移英後有咩最新動向，都記得留意落去。本集英國呢個星期發生咩嘢事，為大家詳細拆解2025年5月24日至30日嘅英國重要新聞。俄羅斯間諜船逼近蘇格蘭，工黨推動投資改革準備大選，倫敦或加收入城費，英國能源公司被重罰，加上英國穆斯林公布宰牲節日子，海蒂博爾特法網止步等焦點，都一一為你詳盡講解。俄羅斯間諜船逼近蘇格蘭，皇家海軍緊急部署監視。今週引起國安關注嘅一宗事件，係英國皇家海軍發現一艘俄羅斯情報收集艦尤里伊萬諾夫號 Yuri Ivanov 突然現身蘇格蘭西岸愛克布里底群島 Outer Hebrides 附近海域。根據軍方消息，該船一度喺距離蘇格蘭本土僅數十公里嘅海域來回航行，行蹤極為可疑。皇家海軍即時派出45型驅逐艦 HMS Dragon 前往監控，同時出動 Merlin 反潛直升機喺空中跟蹤。據了解，該俄艦裝有先進監聽與電子偵察設備，極有可能喺收集北約軍演結束後嘅情報。分析認為，呢次俄艦嘅出現並非偶然。啱啱結束嘅北約 Formidable Shield 演習係針對飛彈防禦與多國海軍協同作戰嘅重要演練。俄方可能希望藉此觀察英美等盟軍嘅部署能力。英方強調，所有應對行動屬防禦性質，無意升級局勢，但會絕不容忍任何干預或者威脅英國主權嘅行為。工黨已改革投資規則，英格蘭北部或者仍數十億撥款。英國工黨財政發言人李允晴 Rachel Reeves 喺本週接受衛報專訪嘅時候透露，若果工黨上台執政，將優先修改現行財政部投資評估規則，令到公共投資更平均咁分佈至英格蘭北部同埋中部地區。現行規則偏向以經濟回報為主要考量，間接導致倫敦同東南部長期獲得大量資源，而北部如曼徹斯特、利物浦、利茲等地則基建、交通同醫療設施嚴重落後。李允晴表示，新規則將重新定義所謂價值回報，納入社會公平同地區均衡發展等標準。例如，投資一條鄉郊巴士線，即使唔賺錢，但若果能夠接通村落醫療、學校，對社區而言同樣重要。工黨此舉被視為搶攻傳統保守黨票倉。前工業城市與紅牆地區 Red Wall 更象徵新一輪地區再平衡 Levelling Up 政策轉向。施紀賢劍指法拉奇改革英國黨孔重蹈卓慧思災難。首相施紀賢 Keir Starmer 今個禮拜接受《金融時報》訪問時，針對改革英國黨迅速竄起發表強硬言論。佢指出，英國面對嘅係一個選擇穩健可預測嘅工黨，仲係不負責任危險嘅民粹主義。佢直指法拉奇主張大規模減稅、削公共開支、退出歐洲人權公約等極端政策，同2022年卓慧思政府推出迷你預算案如出一轍。當時造成英鎊暴跌、債券市場動盪、房貸利率飆升，最終導致卓慧思下台。施紀賢話：我哋唔能夠再冒一次同樣嘅風險。並重申工黨若果上台，會確保經濟穩定，吸引外資與創造就業，並唔會搞民粹博取眼球。分析指，改革英國黨喺部分地區以威脅保守黨甚至工黨選情。施紀賢提早定調，顯示大選對抗法拉奇將會成為關鍵主軸。3間英國天然氣公司被重罰800萬英鎊。英國能源監管機構 Ofgem 本週對3家天然氣公司開出重罰，金額合共800萬英鎊，原因係佢哋喺天然氣洩漏事故中反應遲緩，未能即時向用戶提供支援或採取必要補救措施，其中包括 Northern Gas Networks、Scotia Gas Networks 同 Wales West Utilities。根據 Ofgem 調查，呢啲公司喺處理重大氣體洩漏事件嘅時候，未能夠依規提供24小時緊急應對，
甚至拖延高風險區域嘅撤離指令。能源監察官表示，天然氣洩漏屬高度危險事件，過往曾引致爆炸及人命損傷，對公共安全構成重大威脅。監管機構呼籲能源公司必須設立緊急通報熱線，增設人手，強化訓練與社區預警。英國近年能源成本高企，市民已經對能源企業普遍不滿。呢次重罰被視為向公眾釋出保障用戶權益嘅強烈信號。Canterbury 獲撥20萬英鎊翻新市中心污糟地段。肯特郡嘅 Canterbury 市政府宣布獲撥款20萬英鎊翻新市中心一處被市民形容為污糟破爛嘅地段。聖瑪麗布雷德曼廣場 St. Mary Bradman Square， 該處原址係一座荒廢嘅百貨公司，自疫情後冇人經營，周邊牆壁遭人塗鴉，垃圾堆積如山，成為治安黑點。翻新工程將包括拆除舊樓梯、設置現代化座椅、建造園景、安裝 LED 街燈，並同當地藝術學校合作製作大型壁畫，為市中心注入活力。市長表示，希望藉此改善市容，吸引商戶回流，並鼓勵市民回歸市中心消費。北安普敦 Northampton 14宗罪案定罪包括性騷擾與毒販集團。北安普敦郡 Northampton 法院今個禮拜公布14宗重罪判決結果，涉及一系列性犯罪、毒品交易、非法持械及暴力案件。其中一宗轟動案件係一名男子持續對佢前伴侶進行跟蹤，甚至喺佢嘅車底裝置 GPS 追蹤器，數月來如影隨形，令女方精神崩潰。法官最終判佢30個月監禁，並發出終身禁制令。另一宗涉及一個販毒集團，喺地方夜店同公園向青少年兜售可卡因同 MDMA。警方經長期臥底同電話監聽，成功瓦解整個網絡。地方法官形容呢啲案件反映社區存在嚴重嘅毒品同家庭暴力問題，並呼籲警方同地方社區合作，加強預防同埋通報機制。Covid 公共調查進入第7階段，焦點轉向檢測與隔離政策。英國政府針對疫情應對嘅公開調查進入第7階段。本週集中檢視2020年至2021年間關於檢測、testing、追蹤、tracking 同隔離 isolation 政策。專家喺聽證會上指出，初期檢測資源不足，試劑供應混亂，加上政府當時外判俾私人公司如 Circle 及 PHE 進行接觸者追蹤，但成效不彰。一位 NHS 官員更加直言，當時每日都喺度用手動輸入追蹤資料，暴露技術同管理雙重失誤。此外，調查亦涵蓋居家隔離制度嘅執行問題，包括員工冇病假薪酬保障而被迫繼續上班，進一步加劇病毒傳播。預計調查將喺下半年進一步公布完整報告，並對內閣決策、科學諮詢與傳播透明度提出建議。英國穆斯林觀測到新月宰牲節定於6月6日。根據英國穆斯林新月觀測委員會消息，今個禮拜於約克郡同大曼徹斯特嘅迪斯伯利成功觀測到新月，確認伊斯蘭歷月份道爾希賈 Dhul Hijjah 開始，宰牲節 Eid al-Adha 定於6月6日舉行。呢個係英國首次有主流宗教團體正式公開觀月結果作為節日依據，被視為穆斯林社群融入英國主流宗教與社會嘅重要象徵。全英多地清真寺將同步舉行朝拜活動，倫敦、伯明翰、利物浦等大城將設立宰牲節市場同公共集會，預料吸引數十萬人參與。英國穆斯林理事會表示，呢次本土觀月與沙地同步，顯示社區對天文學與宗教儀式融合嘅重視。海蒂博爾特止步法網盼草地賽季重振。英國網球希望之星海蒂博爾特 Katie Boulter 於法國網球公開賽第2輪敗俾美國選手澳網冠軍麥迪遜基斯 Madison Keys， 三盤比分為6-7、1-6同埋1-6，結束紅土賽季。Katie Boulter 喺首盤表現出色，但之後明顯體力下滑，加上底線抽擊出現大量非受迫性失誤，讓對手輕鬆取勝。佢賽後坦言，
紅土一直唔係我最擅長嘅場地，但呢次學到好多，並表示將專注準備即將來臨嘅草地賽季，尤其係主場溫布頓。作為目前英國女單一姐，外界對佢期望甚高，希望佢能喺草地重拾狀態，替英國喺大滿貫賽場打出好成績。如果你都想第一時間掌握英國時事、港人關注議題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唔好錯過每個星期嘅最新影片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就俾個 like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英國事務嘅朋友啦。我哋下星期再見，拜拜。